但係呢6年啊，我改變啊，佢睇見我呢個花花公子一個女人都冇啦，守獨身6年啦，哇，放低所有人，冇幾架車跟我出嚟。呢個就係我個改變咧，就係屋企關係咧，就由我個行為天翻地覆改變，去改變同佢哋嘅關係嘅。但係我而家守獨身啦，冇同任何人一齊，因為我以前太污糟邋遢。嗱，點解我經歷天同嗱？我分咗3個階段嘅。第一個階段我黑社得到太大利益，所以成日打嗰啲講耶穌嘅人，好敵擋佢嘅。第二個階段佢醫好我嚴重抑鬱病，但係我太多嘢牽涉，我一啲都冇改變。第3個咧係天翻地覆落嚟，一次過離開所有女人，生晒所有偏門，即刻放低所有嘅細路，即刻讀神學。佢有一個好特別嘅經歷，所以成個人生先會即係價值觀轉變。你知唔知我係花花公子嘅？我冇女人一晚都瞓唔着嘅，我邊守獨身6年？你明唔明啊？呢個經歷。我有啲咁多懷疑都唔可以噶。OK， 你知唔知我以前係地下皇帝嚟噶？我以前係地下皇帝嚟噶，我出去成隊車噶，好多人出嚟見我噶，萬人尊敬噶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話要我一個人，而家變咗隻小綿羊咁樣。我呢個經歷少少懷疑都唔得啦，大佬，我呢啲幾十年先建立翻嚟噶。但係係咯，正或者你嗰個提醒翻，因為之前係前呼後擁，有好多人噶嘛，一齊噶嘛。咁而家變翻一個小綿羊嘅情況底下，會唔會驚出邊嘅豺狼你食咗你嗰個小綿羊噶？唔會，因為我個力量太過厲害，我全世界都係人嘅。同埋咧，我係用人去對待佢哋嘅。好多人落嚟之後咧，都一沉百踩。但我2次證實唔係。嗱，第一次喺香港，任何叱咤正紅偏門。好叱咤嘅風雲人嘛，如果佢係社會失蹤咗10年咧，絕對成為過氣噶啦。但係我坐咗13年監出嚟，你知唔知我出嚟幾轟動啊？黑白社都非常之轟動啊！我係啲人同我洗塵啊，1年啊，每日食3餐，排1年啊，呢個係令我非常之開心，即係證明我以前冇白費對人嘅。明白。通常你入咗10幾年冇人識你噶啦，冇人睬你噶啦。冇人睬你到你過氣噶啦。哇，咁多人熱情嚟招待你，幾多人支持我，所以我落嚟2年嚟建立7間平面公司啊，係好多人去協助我去報答我。喂，另一個咧就係我信咗由破產呢到來咁低，冇一個咧會離棄我，就好多人仲對我好尊重嘅。呢個係好非常之困難嘅。咁當然啦，Teddy 哥，我老婆一句說話咧，就形容我老婆咧，我自前都有講嘅。我離開我大老婆嗰陣時咧，我啲細佬咧好多就安慰佢，驚佢傷心啊。佢同我啲細佬講咩？佢話嗱，你哋千祈唔好因為你大佬離開我而唔尊敬佢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做佢老婆非常之慘。但係你可以做佢細佬咧，係你哋好大個福氣。我啲朋友好多人安慰佢，佢都係咁講。嗱，佢話咧，你唔使安慰我，你哋唔好因為佢離開我唔尊重佢。嗱，呢個人你係絕對值得你尊重。佢可以做呢個朋友，絕對係你個福氣。我做佢老婆好慘。第3件事咧，我個仔用粗口鬧我一定要同佢脫離父子關係。佢一定要我仔同我道歉嘅。佢分到好清楚嘅。佢話我做佢老婆好慘，但係佢做你老豆咧，絕對係你最值得尊敬嘅老豆。佢將我細個俾我啲仔女騎馬，全部同佢講嘅，即係所以講我老婆，哇！我睇咗自己啲眼淚都稀啲含啦。即係我啲細佬啊，啲朋友嚟同我講翻正頭啊，哇！阿嫂真係，哇！你啱啱離開佢，佢仲驚我哋唔尊重你，咁所以我老婆係一個頭腦非常清晰，對我非常，佢愛我係愛到好緊要嘅。所以就有一個好大嘅疑問而家我頭上，點解咁好嘅一個太太會離開佢咧？你呢個係而家信咗主知道係自己個工作嚟嘅。我唔離開佢唔能夠嘅，唔得嘅，因為我要破碎我。所以到目前為止 ，Teddy 哥，你覺得世人對你最大嘅誤解係啲乜嘢？亦都可以唔係叫誤解，因為我以前真係害無數人噶嘛。OK， 而家就對人啲親人咧就對我好大困擾咯。啲親人啊，家人啊，親人啊，細佬對我好大困擾，因為佢同我傾偈啊，知道我冇神經病，但我以前咁威猛跌到落又跌咗10幾年。
我啲咁嘅人一定要經歷呢啲嘅，唔經歷啲苦難唔得嘅，就冇今日個 Teddy 啦。但係佢呢啲唔會明白，我自己都係啊，我都留咗佢幾年啦。明白。人嘅睇世界咁啊。988大人物有我紅紅兒。988大人物有我紅紅兒。嗱，當然啦，成個經歷裏邊嗰信呢，都希望係黑社會嗰啲朋友或者入咗黑道嗰啲朋友可以重歸正道，即係幫助佢哋。所以有啲咩說話 ，Teddy 哥係要仲同一啲道上嘅朋友講嘅。哦，黑社會個年代已經過咗去噶啦。黑社會係咩年代先係黑社會嘅世界咧？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。我年青嗰陣時整個世界咧都係立立亂嘅，都係警匪合作年代。嗰陣時就絕對係黑社會世界。第一，周圍有豐富入息；第二，絕對唔使坐監，只要有能力絕對唔使坐監，因為係警匪合作年代，非常之貪污年代啊！但係而家唔係啦，而家全世界上咗軌道啊！你睇下，總統犯我坐監，做官嘅犯我坐監，好有錢嘅人犯我都要坐監。你黑社會日日做犯嘅事，可以走得啦咩？係嘛？所以而家咧，如果人咧唔睇清楚年代轉變咧，去改變自己咧，一定俾呢個社會淘汰嘅。你而家放眼睇全世界黑社會高層，全部都轉去做正紅生意噶啦，唔再轉做生意咧，一定俾個社會淘汰嘅。依家上到軌道啊嘛，明白係嘛？同埋咧，對啲年青人講咧，更加唔可以加入黑社會。但係覺得好威佢，嗰啲威嗰啲係表面嘅風光，係短暫嘅威。係嘛？其實加入黑社會一生非常之悲慘嘅，頭先講過啦。2千人得嗰幾個大哥，其他人一生都非常之悲慘嘅。黑社會直頭係一條不歸路嚟嘅。你行都翻唔到正頭嘅，因為佢嘅生活同正常嘅生活非常之極端嘅。佢係紙醉金迷嘅世界，因為佢唔知聽日幾時坐監，聽日幾時會俾人冧，佢一定盡情去紙醉金迷。咁你突然間想走翻正途咧，非常之困難。個社會接受唔到你噶，你亦都適應唔到個社會噶，所以嗰條絕對係不歸路。另一個咧，想同年青人講咧，毒品係絕對唔碰得嘅。毒品好多人對毒品個誤解啊，冇知道佢真正嘅殺傷力啊。佢好多人以為咧對身體個破壞傷害個身體啊，其實呢啲唔係重要嘅殺傷力啊。毒品最厲害個殺傷力係破壞你個控制能力啊。我哋正常嘅節制能力噶嘛，會睇到金鋪有錢就去搶噶啦，睇女人靚就想強姦佢噶啦。但係毒品就係針對你呢個，我哋入邊有好多組織噶嘛，就係針對呢樣嘢嚟破壞你個控制能力。所以食咗毒品嘅人，你見佢咧好似唔要面咁，乜都會為咗毒品，乜都會做，冇晒面嘅。根本佢都冇辦法控制佢，冇晒自尊噶啦，冇晒自尊，佢唔食唔得，佢又控制唔到啊。所以呢樣先係毒品最嚴重嘅破壞力嚟嘅。所以毒品係絕對唔去碰，有啲事係唔去玩嘅，冇得碰嘅。明白。全部諗住，我玩完到時唔識。試下啫，我。呢啲係錯嘅。OK。錯過思想，因為梗係啦，你正常梗係可以控制到佢啦。但係你一深入咗破壞咗，你就控制唔到噶啦。傷咗個人啊嘛，所謂嘅。係啊。明白。OK。唔可以試噶呢啲。咁當然啦，呢個星期咧，其實真係好難得。首先要多謝 Teddy 哥先，因為 Teddy 哥咧在做訪問嘅當日咧，其實佢前一晚先由長春嚟到馬來西亞，而且長春係零下30度，馬來西亞係30幾度，所以相差60度嘅呢個溫差，身體上冇乜，即係已經不適噶啦，但係都仍然係上嚟電台咁同我哋做一個即係所謂嘅經驗分享。我覺得對而家嘅所有嘅小朋友嚟講好重要，或者係聽緊嘅人，佢可能迷茫緊嘅喺黑道嘅，佢唔知點算，諗住自己好威嘅，但係上唔到又落唔到咁嘅情況嘅，係啦，短暫嘅，咁點算好咧？係假象嚟嘅。OK，我哋有真人真事喺現場，同所有朋友一齊講解。2000個黑社會得4個大哥，1995個一生都咁悲慘，呢啲仲唔係假象咩？係嘛？要做嗰5個咁樣嘢，犧牲好多人噶嘛？係嘛？人冇9條命，貓先有啊嘛？啱。講到犧牲，我真係忘記呢樣嘢，就係我想問 Teddy 哥喺即係黑道嗰個日子咧，最大嘅犧牲係啲乜嘢？最大失去冇
最大失嘅除咗失自由嗰度唔係最大嘅損失啦，失咗10幾年自由啦，而最大嘅損失我就係整個人生咯，整個人生就有人走錯呢條路損失晒咯，因為我用咗我個智慧做害人嘅事啊嘛，摧毀咗我自己一生，又摧毀咗好多人嘅一生啦，呢個損失就無可評估啦。咁當然我哋希望Teddy 哥以佢嘅能力仲有影響力，可以將可能係喺一啲黑道嘅朋友慢慢轉翻過嚟。所以我而家知我做贖罪嘅生意，日後知我去幫嗰啲黑道嘅人。馬來西亞吉隆坡我一定會嚟。多謝晒你分享。我所做嘅事都係去贖罪嘅。多謝晒 Teddy 哥 ，thank you，多謝晒。988大人物有我洪鴻儀。